好多人根本係睇唔明白秦始皇嘅，佢求仙並唔係為咗長生，佢係同緊獵戶座黑暗外星神族去搶奪返人族嘅命脈。你真係以為秦始皇係拼咗命咁樣去尋仙問藥嗎？係為咗佢自己長生不老嗎？咁你就睇得佢太淺啦。呢一段被掩蓋咗2000幾年嘅歷史真相，遠比你所想象嘅嚟得更恐怖、更震撼、更悲壯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佢一生所做嘅一切，修長城、捉金人、通靈渠、派徐福，根本都唔係為咗去統治天下，而係喺度對抗緊獵戶座蜥蜴人，係喺度搶奪返人族嘅命運。嗱，呢一段視頻為咗唔會俾人哋下架，我必須要做一個重要嘅聲明。本視頻為腦洞大開、未經科學證實、純屬娛樂嘅分享，請勿迷信，理性觀看。仲記得我哋之前講過一個視頻嗎？喺度講崑崙虛嘅，大家可以去翻睇一下，就能夠更好地理解今日呢一個視頻啦。我哋係炎黃子孫，我哋亦都係龍嘅傳人，係女媧、昊天呢一脈傳承落嚟嘅。我哋係屬於神族嘅後人，但係我哋俾獵戶座打敗咗，呢個就係成件事情嘅起因。好多人被史書呃咗幾千年，話秦始皇暴虐貪權，痴迷不死仙藥。但係如果你用腦細心去諗一諗，一個只係為咗自己長生，只係顧住自己享樂嘅帝王，佢會舉全國之力再去做書同文、車同軌、統一度量衡呢啲咁枯燥、艱難、耗盡國力嘅呢啲萬世工程嗎？會收盡天下所有嘅兵器用嚟鑄造12金人？會去修長城？會去派徐福帶住3000童男童女一去不回嗎？單獨嚟睇係政治嘅決策，但係你連埋一齊睇，佢就係一場針對天界嘅全面戰爭。今日我哋不妨換一個維度，帶你真正看懂秦始皇。佢唔係暴君，佢係我哋人族最後一個人王。先睇下我哋最熟悉嘅長城。歷史書裏邊會講佢係防禦匈奴嘅軍事防線，但你真係覺得匈奴值得我哋付出咁慘重嘅代價去建設嗎？如果話你將歷史去睇成能量嘅結構，又或者甚至你係識得奇門遁甲嘅話呢，長城根本就唔係牆，而係一道貫穿北疆嘅龍脈鎖陣，奇門嘅鎖龍陣。佢係順住山川地勢蜿蜒起伏，就好似一條巨大嘅鐵鏈，死死咁樣鎖住咗北方嘅無教祭祀之地，切斷咗天人感應，阻斷咗獵戶座蜥蜴人插手人間嘅通道。再去睇靈渠，你冇以為佢僅僅只係水利工程啊，佢係地脈能量匯聚嘅系統，打通漓江、湘江，串聯咗山河嘅經絡，將華夏大地散亂咗嘅一啲地氣龍脈強行收攏歸一，為人族所用。仲有最神秘嘅12金人，史書話係收天下之兵器，鑄12金人，係用嚟虐天下嘅百姓。但如果只係為咗震懾六國，有必要去用盡天下嘅兵器嗎？散盡金戈之氣嗎？真正嘅目的係斬斷人間殺戈利器，唔俾呢啲能量被呢個獵戶座遮西利用。甚至連書同文、車同軌都係藏住驚天嘅秘密。統一文字唔係為咗方便管理，而係去重組整個人族嘅信息網絡意識形態，以山河為區，以文字為神經，以六國散亂嘅文化信息氣勢強行去扭成一股，然後再去建構一座史無前例嘅人道長城。秦始皇要做嘅只有一件事，就係為咗炎黃子孫而戰，為咗龍嘅傳人而戰。傳說佢掌握咗3大逆天嘅秘術，每一招都係喺度為緊我哋人類解綁。第一，氣運嘅重組法，佢統一咗文字、制度量衡，將分散嘅諸侯國嘅國運運氣強行地匯入到整個人族嘅氣運洪流，唔再受天命擺布。第二，人道大陣，以長城為骨，以山川為脈，布下萬里大陣，隔絕無軌，隔斷蜥蜴人喺人間嘅聯繫。
第三，信念為劍，長城之上，佢強弩射嘅並唔係普通嘅箭矢，而係以萬民嘅信念力量為精神武器，專門去對抗維護外部嘅干擾。你可能覺得呢一個係神話嚟嘅，但係佢做嘅每一件事情都係真實咁樣刻咗喺歷史嘅裏邊。而最細思極恐嘅徐福東道，史書上佢講佢喺海上邊尋仙問藥，但真相可能細思極恐到讓人頭皮發麻嘅係嗰3000童男童女根本就唔係祭品，唔係隨從，而係人民嘅火種，係人族文明嘅火種計劃。秦始皇喺度賭緊一場大戰，如果中原失敗嘅話，人道工程崩塌，人族重新被呢個獵戶座蜥蜴人掌控嘅話，咁徐福所帶走嘅完全就係獨立嘅新人類胚胎。無論係成敗，人族都有後路，都有希望。可蜥蜴人又點會坐視不理啊？於是災難就開始降臨啦。亡秦者胡也，祖龍死以地風。呢一句讖語接二連三咁樣出現。太子扶蘇被遠調邊疆，始皇帝遺詔被篡改，胡亥亂政，核心工程全面停工。秦始皇東巡途中突然之間暴斃，史書上面只有2個字：病逝。偌大嘅秦王朝喺15年就滅亡啦。轟轟烈烈嘅人道獨立戰爭戛然而止，歷史上俾佢貼上咗暴君嘅標籤，焚書坑儒，勞民傷財，暴虐無道。但我哋唔記得咗，佢可能就係唯一嘅一個咁帶住整個人類向神權宣戰嘅人王。佢將人族從天命嘅陰影裏邊拉拔出嚟，想讓文明真正係掌握返喺我哋人族自己手裏邊，想讓子孫嘅後代唔再做蜥蜴人嘅傀儡。可惜佢失敗咗，於是乎我哋只係記得咗暴政，唔記得戰爭，只記得帝王，唔記得英雄。只睇到歷史嘅表層，又睇唔到嗰場發生喺維度之外，為咗人類自由而戰嘅終極決戰。睇到呢一度，你仲會覺得秦始皇係為咗自己長生不老嗎？佢求嘅從來都唔係自己不死，而係人族嘅獨立、文明嘅自由、命運嘅自主。歷史永遠都係寫勝利者所俾嘅意願，去俾你睇到片面嘅一面。而真正嘅真相都藏咗喺嗰啲沉默嘅工程裏邊，藏咗喺萬里長城嘅磚瓦裏邊，藏喺華夏不滅嘅血脈裏邊。所以你而家知道點解我哋要喺九子離火，喺呢20年大運嘅裏邊要趕緊修行，趕快覺醒了嘛？地球嘅磁場在揚升，人類嘅意識亦都需要自己同步去升維嘅。獵戶座蜥蜴人2000幾年嚟，從未停止過對我哋人類嘅滲透同埋攻擊。而家嘅 AI 人工智能喺腦機接口，就係蜥蜴人控制我哋人類最大嘅威脅。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去做選擇啊！我係 Samantha，祝福我哋每一個人都覺醒起嚟。Namaste。